同樣嘅預算，同樣嘅總價，人哋只可以買個2房，而你就可以攞低呢套88平方嘅精裝湖景4房單位啊！重點係呢套單位首期只需要俾4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啦！而且呢套單位仲要係全坦洲唯一嘅全新第4代住宅，得房率咧去到100%㗎。首先一入門呢間房咧係贈送面積嚟嘅，唔計入面積㗎。呢套單位所見嘅呢啲裝修咧就係以後嘅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呢啲咁嘅單位咧，真係成個坦洲你揾唔到第二個㗎啦，因為佢88個平方可以誇張到做咗4房2個廁所嘅設計，而且佢個配套亦都十分之成熟。佢樓下咧就已經有成熟嘅商業街㗎啦。呢度呢個主人房你睇下，270度嘅飄窗嘅話咧，坦洲呢啲咁嘅小戶型你全部揾唔到啊！而且入邊咧仲要個衣帽間，連埋個套廁嘅位置真係夠晒舒服。落樓咧又有直通巴士，有埋巴士站，翻到港珠澳大橋同埋拱北啊！首期4萬，月供3000零蚊，上車呢度全新嘅坦洲4代宅啊！有興趣嘅下方留言俾資料你。